識人辨心，靜觀其變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看懂人心，從唔需要多言，只需靜靜觀察，默默感受。相識容易識心難，好多人表面熱情和善，內心卻暗藏算計與私心。年少總憑第一印象判斷人心，輕易相信他人嘅表面客套。歷經人情冷暖先明白，時間先係最好嘅篩選器，細節先係最真實嘅人心。不必急於交心，不必勉強相容，靜觀對方言行，慢熱相處，慢慢看透。日久見人心，歲月變真偽，真誠嘅人自會長留，虛假嘅人終會遠離。難道憑一時嘅表面相處，就能看透一個人嘅真實本心？我係子琳，靜觀識人，謹慎交心。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